香港人喺日常生活當中所使用嘅貨幣係港元。港元既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法定貨幣，其實亦係國家恢復喺香港行使主權後，實行一國兩制嘅重要體現。一國兩制係國家對香港嘅管治原則，響一國兩制保障下，香港實行高度自治。而基本法就保障咗一國兩制方針嘅實施。基本法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憲制性文件，效力來源係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基本法序言列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基本法以法律形式定明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同港人治港等重要理念。基本法第5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沈春耀就對國家憲法同基本法之間嘅關係作出過解釋。憲法是上位法，是母法；基本法是下位法，是子法。香港特區不存在一個脫離國家憲法的憲制，也不存在一個脫離國家憲法的法治。只講一個方面，或者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都是不準確、不完整，也不符合香港回歸以後的實際情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以國家、憲法、基本法共同確立嘅特區憲制基礎同秩序，先能夠維護好國家安全。